风台来啊，受到有机心理的影响，昨昏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叶仔菜类的菜色，虽讲交货量是有增加的，但个价销也是起的，起12.8%。农业部是表示，目前已经有囤一寡菜色，万不一有发生农业损失，嘛有菜会当提供到市场。菜单顶原看起来无啥物菜啊，12点半大家传统市场差不多拢卖了了。早起无用得过孙的阿嬷是等伫要收大只来，结果是啥物嘛买无，真无奈。恐怖啊！讲风台边收了了啊，无菜会变怎？煮糜就好啦。头家讲今仔日进货量是较少，卖价销维持前几工的水准，但是消费者遮尔捧场，互伊买物件是真罕咧看，出现拢红扫了了的状况。超久没有这样子卖光光了，这个今天全部高丽菜也卖完，什么都卖完。受到风台有机心理的影响，北农23叶仔菜类的交货量比前一天是加25.7%，但是价销是同款起伫12.8%。其中大头仔菜、高丽菜10公斤一口气是起8块，番薯叶仔嘛起6块，和传统市场比起来，大卖场是有较早来增加进货量，价仔顶拢各有叶仔菜类。就是在台风前，我觉得菜量还算是正常。对对，所以你都有买到？对，目前要的都有买到了。之前我们就有跟我们所合作的农家，包含小农的部分，我们都有做密切的合作。那我们因为冷链的关系，我们提前有先做准备的进货。那目前在货量的部分的话，也是平日至少5倍以上的货量。一个消费者是无用在抢菜，看天食饭的农民是无用在抢收。婚姻的农民一透早就较紧落田去采收，处理了后就直接送去西内的果菜市场。最近因为天气热，这菜色已经减产，即马风台就要来啊，会当抢收偌济算偌济。都大概赶紧采收安尼啦。因为即马价销应该袂歹吼。即马价销袂歹啊，早就起来，我拢有诶都是2点、3点、后4点诶，现在都爱做到足晚诶。为了稳定供应，农业部的农粮署讲，滚动式仓储目前已经备储6180吨的菜色，这国家合作厂商的量就会当到6900吨。收落来会照产地受损的状况和市面上供应的情形，再一步一步把这个货放出去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